连体上胞胎兄弟中前中义，因为分管手术在1979年9月7日，对早上7点开始麻醉，进行到暗时8点外，大病院动员30多位的医护人员，继续相连兄弟做伙过了2档8个月的日子，从此就当各自独立生活。西安事变，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后生张学良，在国共内战的时期嘛被安排来台。1992年9月7日，当时92岁伊在北投接受来自中国的记者访谈，除了讲尸体状况，嘛讲对统一甲两岸关系看法。不要我坐电好不好？完了白小燕案件，甲几啊件掠人绑票陈进兴，在1999年9月7日被提审。故意进行刑事辩论，陈进兴当场承认所有的犯行。面对称决，伊讲心情真平静。